多谢立庭，咱台湾的大选，国际媒体嘛真关心。一般大家印象中的外国媒体，可能都是来自西方啦、欧美的国家。即摆连南韩嘛真关心。南韩的三大报之一的《朝鲜日报》特别派北京的支局长李发展到台湾对候选人走行程。也有这个 Sky News 的记者伫车顶做连线来报道，体验台湾选举独有的选举文化。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仔日到新北市扫街，国际媒体是真关注。Sky News 的记者嘛伫咧车顶做连线报道，体验台湾选举特有的选举文化。除了欧美媒体，南韩媒体嘛对咧赖清德把握时机来访问。你好，我是韩国朝鲜日报社的李传真记者。那么你以后跟韩国当选之后如何去发展合作？另外呢，我也非常担忧你上台之后两岸关系的恶化。 问到针对两岸关系，可能因为李发展虽然是南韩媒体，不过伊本身是一位中国通。李发展伫学生时代伫中国待17年，伊是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，2014年进入朝鲜日报做记者，受过社会新闻、国际新闻的训练，即马专门写中国新闻。伊嘛出过2本册，讲北韩和中国，搁有中国加经济。 即届到台湾采访总统大选，李发展嘛是行程满，交予伊参加民进党总统、副总统及立委选举的选前国际记者会。伊表示，台湾半导体产业有关键地位，南韩社会对台湾选后的未来是真关注。另外，李发展伫咧6月时嘛采访到前总统马英九，表示台湾的大选对国际局势是有真大的影响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